高雄山球场60年的租约到期了后，市政府收土回来，变作是高岭自然公园。按算伫咧双十连假的时阵要来正式开放。公园处表示讲，因为这个公园就伫咧大庇湖水源保护区内，有6大管制措施。不过这管制标准和一般的公园来比呢，是加正严，也引起民众的讨论。 一大片修正经济草仔埔顶悬四界拢有2、3楼悬的树啊，窗口透亮，不时会当看到白灵狮伫草仔埔行来行去找食的。总面积70公顷的高岭自然公园，因过是高雄山球场，60年租约到期，市府首当来重新打造，准备7月要正式开放。不过公园处公告6大管制措施，其中一项禁止带宠物是引起民众的讨论。因为已经有澄清湖了，那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开放成一种公园，但是又 不想要规划一个所谓的说有希望运动的项目那一类，你有需要带宠物的，你就挑宠物可以去的就好了。因为其实公园很多，高雄绿地很多，不见得一定要去那个。 除了禁止带宠物以外，也有禁止车辆铁马进入园区，袂当唱卡拉 OK、拍山球、棒球等等。公园处表示，高岭自然公园伫大庇湖水源保护区内底，而且有真侪珍贵的鸟类生态，制定管制都是希望会当将人为的影响降到上低。如果开放犬只入内，一方面犬只排泄物恐影响草地使用及水源，令犬只吠叫与追逐 也容易惊扰各种栖息的鸟类和动物。暂时大家会感觉哦是安那爱限制遮济，但是咱若是用一个我是要去亲近大自然的这个心态去看的话，其实这拢是足简单，咱本地就爱做的代志。因为高岭自然公园定规原地就甲一般的公园无同，也照学会认同市府的做法，将规矩先定出来，呼吁大家来遵守，莫互真无简单，才建立起来宝贵生态，都安尼学有去。记者邝家族、邱兆阳、高雄采访报道。